找死我了！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我饿了。去啊！妙丽，朕来看你了。你的病已经好了，谁的医术这么高明啊？是迦叶大师。迦叶，朕以为他只是会点法术，没想到他还懂医术。也许，他恰恰只会治我这种病而已。妙莲，你生病这段日子，朕甚是牵挂。既然你身子已经痊愈了，明日就回宫吧，朕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，不想再回宫了。朝阳宫现在空着，就等你回去呢。你已经有那么多美人陪着你了，你不少我一个，更何况我现在已经不想回宫了。爱妃啊，你是不是还在责怪朕啊？朕会好好对你，绝对不会让你再受一点委屈的。你会怎么好好对我？让我当皇后吗？我可不想当你的小老婆，被皇后和八美人之类的欺负。你不要仗着朕对你的宠爱，就一再的逞口舌之力。怎么，你又要打我，还是杀我，还是把我关进冷宫？这不就是你的宠爱吗？朕现在让你回去。我不是冯昭仪，我不回去。你不是冯昭仪是谁啊？备车，接冯昭仪回宫。冯妙莲，我的好妹妹，你终于还是回来了。我们之间的战争从来都没有结束。娘娘，恭迎娘娘回宫。娘娘，我们终于回到这儿了。哎，之前住在这儿的八昭仪呢？娘娘，八昭仪刚住进朝阳宫不久，陈昭仪说朝阳宫是不洁之地，还请了一个法师驱邪。八昭仪身染恶疾，没多久就病故了。恭喜皇后，又成功的干掉了个情敌。娘娘，走吧。娘娘，这话万万说不得。
冯昭仪回来以后，情况如何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特命上宝寺制就金宝，赐给了冯昭仪，使她享受同皇后一样的待遇。另外，还给了她一顶豪华的，甚至超过皇后的喜寿带。什么？哦，还有寿带上还镶嵌着12颗猫眼石，价值连城。同时，皇上还亲自送给冯昭仪一块雕琢后的玉佩，说是当年的和氏璧，具有驱邪镇定的功效。好了，我贵为皇后，皇上都没有赏赐过这些。好啊，你个左昭仪！哼！妙莲，记得吗？2年前，你也跟朕一起出巡过。这天下经过2代人的努力，总算是国泰民安了。这些年啊，朕见过的美女无数，但只有在你面前，朕才会不自觉地放下一切，说说心里话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这是你最喜欢的西域贡香，朕给你点上了。好热。热吗？朕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脸色像花朵一样娇艳欲滴。放开我！大半夜的，孤男寡女的。你越是这样，朕越喜欢。怎么是你？醒了。你对我做了些什么？混蛋，无耻淫贼！你是朕的昭仪，朕怎么无耻了？你用迷香害我，毁我清白！这不是迷香，这是你最喜欢的西域贡香。谁喜欢了？我才不喜欢呢！而且我也不是你的冯昭仪。那我的冯昭仪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？反正我不是冯昭仪。这是妙莲的记号，你就是朕的冯昭仪。我什么时候长了颗痣啊？妙莲，朕答应过你，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，你就不要再胡说八道了，好不好？朕已经封你为左昭仪了，这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啊。什么左昭仪右昭仪的，我才不稀罕呢！我想回家。恭送皇上。皇上最近都在哪儿肃亲啊？哦，回皇后娘娘，皇上自巡游回宫后，每晚都留宿在朝阳宫。这个贱人，回宫不参拜我也就罢了，还天天的端着架子，让我这个做皇后的还怎么统帅后宫？哦，皇后娘娘说的是，那冯昭仪也不过就是一个妃子而已，现如今竟然敢仗着皇上的宠爱，不将娘娘您放在眼里，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
一个昭仪，竟敢用狐媚手段日日魅惑君王，剥夺其他嫔妃的机会，扰乱后宫，罪该万死！哎，皇后娘娘息怒，皇后娘娘息怒，娘娘息怒。奴才倒是有个想法。说，娘娘，后天皇上带着百官要去东郊狩猎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娘娘，您想啊，皇上这一去，机会不就来了吗？郭公公，不枉本宫平日里疼你。多谢娘娘。该怎么做，奴才心里明白。奴才这就去办。娘娘，哎呀，娘娘，你何必呢？家业国师来了。啊！妙莲，妙莲，妙莲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皇上欺负你了？家业，我好想离开这儿。我讨厌皇宫，讨厌皇帝，我讨厌他们把我当成冯昭仪。这里让我感到害怕，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。妙莲，你跟我说的莲花山打天坑的事儿，我查了，历史上确实有皇帝在此失踪，还有很多人在此地神秘失踪。也就是说，你相信我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回家的。娘娘，今天天气还真是好呢，您的气色也越来越好了。娘娘慢点儿。哎，娘娘，是皇后那边的人。不理他，我们走。娘娘。呀，郭公公啊，您今儿可真漂亮。皇后娘娘命你立刻去觐见。我没心情。娘娘，她拿的是皇后的金牌，您若不去，恐怕会被杖责。那就去看看吧，我倒是要看看皇后会耍什么威风。请吧。冯昭仪，还不向本宫行礼？皇后娘，女子膝下有黄金，只跪苍天与双亲。为什么要跪你啊？娘娘，你没回宫的时候，这里都很和气。自从你回了宫，搬弄是非、献媚妖丑、目无皇后，该当何罪？你是说皇上总住在朝阳宫吧？哼，我还不稀罕呢。你要是喜欢，让他睡你那儿，我一个人清静，求之不得呢。你这个贱人，难道是讥讽本宫没有你的狐媚手段？哼，贱人这个词你就别形容我了。论年龄，我是妹妹，你是姐姐；论先后，我先进宫，你后进宫；论名分，我是昭仪，你可是皇后啊。贱人这个词儿，姐姐，你可是更上一层楼呢。娘娘别说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
冯昭仪如果不是病了，这个皇后是谁还说不定呢。这个贱人出口不逊，给我打20大板！是。皇后娘娘，我看你们别过来！皇上要是知道了，看你们怎么交代。好啊，给我！皇后娘娘，皇后。皇后娘娘，走。奴婢告退。娘娘，我就不信弄不死你一个冯昭仪！娘娘，娘娘，哎，娘娘，娘娘。皇后娘娘息怒，奴才倒是有个想法。说，娘娘，八美人死了，太后过世不久，这宫里接二连三的出大事，是不是有什么污秽之气啊？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。我看，不是什么污秽之气，是有不祥之人，该请个法师瞧瞧。啊，娘娘说的是，依您之见，该请哪个法师来合适啊？皇上素来信任家业，这场戏一定要家业来唱。还是娘娘您想的周全。哎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哼，跟我斗，冯昭仪，我看你还能活几时？师父，皇后娘娘来了。迦叶国师，阿弥陀佛。迦叶国师，本宫来得太突然，打扰了。皇后娘娘言重了，娘娘亲自移驾来此，不知何事。国师也知道，八昭仪染疾不治，皇上还在悲痛中。而且前不久，太后也驾鹤西去了。生死有命，皇后请节哀。这个我倒是知道，但我还是觉得很蹊跷。前些天我看见东北方有一股黑气，正是冯昭仪的朝阳宫。竟有这样的事情？大师斩妖除魔的威名扬名天下，本宫今天来此，就是想请您亲自做法。谢谢娘娘对小僧的信任，小僧实在是不能胜任，还请娘娘另请高明。怎么，皇家供养你多年，现在连皇上的安危也全然不顾吗？小僧不敢。看来还是我人微言轻，是要等皇上亲自下旨才请得动大师您吗？皇上国事繁忙，此等小事何劳皇上费心？小僧从命就是。娘娘，大胆！立刻贬为庶人，收回皇后册，打入冷宫。皇上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就只能自尽了。我来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却没留下任何可能，在前世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在。
份决定在了肩上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